以发这篇讲的，说讲是一个真重要这个啥呢？这个一门的这个学问。所以讲呢，咱佛道呢，当今49年，为什么讲做发这？讲22年。因为你若无开启了解发这之地，其实你要当人生圆满，而最后你要当真正来达到了着成仙论的，是会使讲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讲起呢，发这品呢，来讲是足重要。那而且呢，我是甲这个本文来发一个注一，非书分千点。书行者各代转法，中景心，两摩诃发这波罗蜜多，佛闻显地性，菩提发这之意，谢灵本尊应记，机言心培，不能自我，书家大显地性，是道见性，当依高灵地灵，佛性本无差别。知言地我不懂，所以有无有异，我应为说，摩诃发这波罗蜜法，数念应各一地位，自心地听，我为念说，显地性，世人将一考量发这，不识自性发这，犹如说识不报，靠但说空。万劫不离见性，将无有异。当然，这个是咱这个微气数呢，那当然伊对了伊修行的讲的，会使讲是非常的认同甲虔诚。所以讲呢，伊伫修行的内底呢，有真济，伊无法度体会了解，所以讲呢，借着这个机会呢。伊不断的来咧请示了着咱六祖慧能大师啦所以讲呢，这个咱六祖呢伊先做各大众当然呢咱依此事呢伊要来请问了着这个六祖，那咱六祖呢伊就开始要为因来演法要为因来演法，来甲因来开示就对啦。第一，针对了着这个微气数伊所请入的依止法，那当然伫修行内底有对一项是咱修行的要点，这足重要足重要。亲像咱咧学功夫啦，咱咧学功夫你若迄个重点抓袂着，体会袂着，无一定有3工4个月就会起来。若会较巧的啦。咱讲一动咱讲头爱着在门后，咱甲想，伊咧体会咧学甲会较紧，会啦亲像咱这个